春风拂大地，绿意渐盎然。恰逢植树节来临，为增进湾区网络人士之间的交流互动，做好绿美深圳和15运会造势宣传，宝安区统战部、松岗街道邀请一众网络人士前往五指坝公园共建同心林，共赏3月花，共筑綠色家園。今日咧大 project。在植樹節能夠參與義務植樹活動，造林綠化實在十分有意義。當前氣候變化正對自然和人類造成廣泛而普遍的影響，我們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植樹造林，種下的既是綠色樹苗，也是祖國的美好未來。Later。好大家好，我係香港高 Sir 高崇傑啦。咁而家咧每日嘅氣候變化都嚴重咗。咁身為香港青年嘅一員啦，另外咧亦都身為地球人民嘅一份子。成日講嘛，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咧我哋都不能夠獨善其身。所以今日高 Sir 亦都響應深圳保安嘅號召，一齊過到嚟去參與植樹活動，亦都好開心啦。去聯同埋港澳嘅青年人一齊深港澳嘅青年一齊去做一啲植樹行動希望向廣大嘅網民去提倡珍惜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希望大家積極響應支持。我們還有呼籲。共建同心林，耶！記得點讚關注哦。